春风来来去去，土草发香。抱怨夜夜空空，看无见面容。多来也蒙蒙，意思也蒙蒙。但春发扬，空对梦。春意停停落落，变色天空。水点走走空空，流过数字棚。多来也匆匆，一丝也匆匆，留下的痕迹又会样伴奏。很记得色糖果，风天水里走相约，像条无叶困的歌曲，喊你也听听来唱，年华落水的歌，也见色汹涌汹汹，你敢有看到？很想用木子来交换，相信你会苏信用，爱我。对不起，我没有能力保护你，也没有能力给你太多的幸福。你给了，可以握着你的手是幸福，可以拥抱是奢华的幸福。你给了一点点，但是我已经足够了。如果一切重来，你还会愿意跟我一起跳下水吗？我愿意。如果一切重来，你还会愿意跟我一起去日本吗？我愿意。我愿意。亲爱的强音，亚伯嘅合唱团唱歌比赛，全院来青岛嘅小朋友参加。爱到总决赛哦，我有实力，还我有好运。不过小朋友嘅希望，就係帶定冠軍嘅獎杯，來到也從前唱歌滿堂。故所強音啊，我夾夾好起來。Anh用啥？就係用肉天嚟呵，加油！強姨媽，有糖多冇啊？我答应带孩子参加比赛的诺言实现，
你也要答应我，赶快醒过来。肚子里的孩子需要一个健康的妈妈。过冇hiệu，用腰來，晚上不見吧？迄個啦，阿妹，唔係用嘅啦，你是唔記得迄晚上開窮人變到安陽型啊？幾個都市還有幾個種呢？做唔得？做唔得啦，不聽張人啦，出現在俺副卡。從彩啊，我按用啦，佢哋用啥非都按到精神，真強下咧。你常常記得啦，好冇？佢這樣按用講，你老李民族，你做嚟窮下咩？我唔係按用嘅意思啊。佢咩意思？從彩，你加油！你做一下現在，攞嚟借我，我想去看到，我就一直摸一天天。你到底開到愛用型，你都在想一樣嘅。伯父，只要琼英还没有醒的一天，我都会守着她。你講嘛？從彩，我按用啦。琼英，你该醒来喽，大家都在等你醒来。琼英，你跟我说说话。我想听到你的声音。看见你对我微笑，听到你五音不全的歌声。我还要教你弹钢琴，跟你一起看所有的世界名著，参观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。我在这里，加油！听到我的声音了吗？阿爸、阿妹、阿婆。琼英，你不要丢下我好不好？不要丢下我！加油！我在哪里？我听到你的声音了。琼英，你快点醒来，好不好？阿妹，人生很苦哦，愛唔到嘅苦，愛到收翻到愛唔到嘅莫苦。我老阿哥係人對阿爸嘅愛，到將我讀書讀嘅學雅嘅係我對家友嘅愛。阿爸唔係唔知。佢唱喺唔甘願，仲強到咧，唔記得之前嘅感痛。
阿爸，阿爸，因为把自家的感情确定了，总会希望对方莫让因为恐慌艰苦。顶上我阿妹艰苦，你老阿妹莫到拍摄个新冠度的世界地图喊唔出来，安用搭得咩？我爱你，因为为到你随身做饭的事情。我爱你，因为为到你却到政府我默默嘅做行的事情咧。阿爸，我做的有事情，我冇做的冇事情。你当场看到阿妹新冠度是喺脸上嘅小部分，却冇注意到属于你嘅大部分。阿妹啊，佢等你已久咧，唔好公布佢姑姑细细嘅声音咧。阿婆，阿婆，係你報係政府嘅微商，微商確定你，冇落人都確定咧。唔過你先講到黏黏嘅愛咧。你試做的用茶香來傳出去，用茶糖來安慰人嘅心肝。唔過你自家咧，幾多年來，你姑姑時時一生人高壓，唔敢講出來，想我幫人痛惜，想我幫人愛。你見你年思年，唔過。有嘅木子，像有枕頭啲啊！阿婆，擦睇嘅微笑，外邊嘅風景，總係安逸嘅。想我看幾眼，就有幾眼啊！菩薩，望完成嘅事業報應。本來伊殺來解，竟然就將伊裝拍子，佢冇應該推人伊承擔。小輝。別困啊！你喺藝之間弄幾茶，關於用。你用嘅茶，用你嘅面試，現在將感受得到嘅面試，我用心將皮給出來。係咩？你是人嘅，老公老婆嘅面試。你冇講傾眼咯？就算啊，我用蛮欠的，你无法度改变你命中存在的事实呗。
回倒去啊，然后日本人做生意啊，在这个老娘人好就赔的。今日啊，还是唔少，连俺出家嘅婆娘也赔的。唔拄咪伫，也着人会有几艰苦。我创在边呀，上过，我去试试提酸呢。俺要求养啊，今日啊，研究来的成就，全球无错的研究成功，为个么的变到安样？还是想啊，迄个，咱再讲功夫啊，咱正经要做医生应该公务员的。你无用按我讲咯，我迄件被唔记生了，再加本唔记，绝对唔系唔该讲我人，迄个对唔起。你有做过某个对俺不义的事情？跟用个安样讲？系无人唔讲，总计事情。唔讲系无讲，你唔表示我会骗你。迄个讲过，系唔是讲？俺做的相信你啊！你相信你自家吗？你相信你自家，就应该相信来了，因为俺系你选嘅啊。俺问侬，迄个嗰边选一摆，俺会选加本来。俺还会加本，因为你按疗生，我俺嘅照顾做唔定咯。不过，俺妈该做比唔过该做面上来。唔过，你有爱呢？自从劳动不可，做生意本嚟，强人还分你唔想，一下只剩2啥嘞？老公啊，我带了水果跟换洗的衣服给嘉佑。怎么啦？大新闻啊！是不是琼英出了什么事啊？你能想清楚啊？九姐，这不是讲生意的所在，我请你吃饭。老公啊，我先去看嘉佑跟琼英啊。少年呢？
我甲你教，强悍嘛看对象。我上册人甲我强悍，我毋是甲你恐吓啦。是啊，像你这款出身好的少爷，应该袂用这款傲步来处理代志吼。当然啦。你的消息为倒位来？我自然有我的方法啦。什么方法？代表讲的啊。代表讲的话，敢会信到？这报纸嘛有写啊。什么报纸？别弄假。无可能啊！你是真的啊？可能我摸唔着。搞记，这款有诶无诶谣言，我无希望我听到。你知影我的意思无？还阁有啦，感情的代志哦，袂勉强。我甲你头拄仔讲的话，送行互你啊！大家拢咧讲你吝啬，找等甲麻烦，叫你的后世追求重姻，拢是你当年娶无重姻的妈妈，才会对等甲扣分啊！你甲我听咩？你有才调，你搁全世界拢踮去啊！我才会对伊吝啬，心服口服啦！好看。来，这个 OK 吗 ？OK。那今天就说。来收工。好，谢谢导演。谢谢导演，谢谢导演。那个东西赶快收一收，快点。这给你，这个是这是我写的剧本。哦，夜满水纱帘哦。这是嘉佑跟琼英、罗密欧与朱丽叶版本的故事。哎呀，你这样一讲哦，还真是蛮像的哈。你可以拿回去，一字一句念给琼英听，说不定琼英听到自己的故事，就开心的大叫醒过来了。你算是很了解他，他要是知道他自己和嘉佑的故事，就给你拍成电影，他真的会高兴的跳起来哦。你要看什么？我想看结局啊。先别看呐，罗密欧与朱丽叶、梁山伯与祝英台，都是为了满足观众心里面遗憾的作品。看到别人的不幸，才会珍惜身边的人。导演，那我可不可以请你改一改结局，让他们两个白首偕老，好不好？你说呢？传说中，只要在月满站在水纱帘瀑布的顶端，许下的愿望就会实现。那我要许下一个和你一起慢慢老去的愿望。我的愿望是，我希望比你早走一步，免得你在天堂里会孤单，没有伴。那你要等我，我随后就到。我会等你。加油，加油！
妈，琼英，妈来看你了。请喝茶。谢谢。这只翠，我买了好多年，都舍不得戴。瞧，戴在我媳妇手上，多好看！老天爷注定，这只翠玉就是要给琼英的。媳妇啊，我们林家的小生命，在琼英的肚子里呢。等她醒来，叫我一声婆婆，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。我们林家欠琼英一场婚礼，家佑欠她一个承诺。如果琼英知道她现在身边有那么多的幸福，一定会很想赶快醒过来啦。不要让我们这些长辈操心。加油啊！我帮你带了换洗的衣服来，你把脏衣服给我带回去洗。哎，好。哎呦，你们两个不用那么麻烦啦，这些衣服我来洗就好啦。哎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，秋桂？来，我来了，我来，我拿就好了。这是琼英的笔记呢。一定要等我哦。真调皮。谢谢你送给琼英的翠玉手环，还有之前的那条丝巾。你是不是以为我故意送一条和你媳妇一模一样的丝巾，要让你发现我就是明中的老婆？不是吗？我承认，我是有一些私心，有一点不好的念头。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？还亏我把你当朋友，什么话都告诉你。如果我不骗你，你会跟我讲实话吗？我们原本可以是好朋友的。我们的确是好朋友啊。不可能的。好朋友之间是不会互相欺骗的。一旦出现不信任，就不可能再变成好朋友。我承认，一开始接近你的动机是想要知道你跟明忠交往的情形。他是你的先生啊，你想知道什么，可以问他，不是吗？他同时也是我的恩人。我对明忠的爱，包容了他对你不能忘记。我放不下他，他放不下你。
我在意他的一举一动，他在意你的一举一动，所以我知道他心里的苦。正如我靠你越近，我心里越苦。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是明忠他自己心里放不下，反而拖累我们两个。不是这样的，因为继续往前走的人，不知道停留在原地的人，或是中途被放弃的人，因为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答案，所以失去了往前走的勇气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发现琼英的死境，我是真心的把你当作好朋友。我现在这么说，你可能不相信。虽然我接近你的动机是为了嫉妒，但是嫉妒一个20几年前的你，一个根本已经不存在的情敌，为了他争风吃醋。老实说，我觉得很可笑，也很无奈。是啊，那个20几年前的我，早就已经消失了。所以，明忠是为了他心目中的那个你，在跟自己赌气。不过，你会恨我吗？很难记恨你，你这么天真，又带一点傻气。哎呦，你不要再取笑我了啦！啊，阮真卡人就是安尼啊。这是你说的，要我等你，我会等你，但是不要让我等太久。琼英，这是你要的纸鹤哦。如果你不醒来，那我就陪你一起睡。小琴嘛，堂讲你打天亮，乜嘢老人讲嘅？唔什么办法讲嘅，有啊冇？咦哟，球员摔得命中大，你寒夜扑天阳，做年阿哥安样做过下冇？廿个天样啊，迄加油加球扑的啊。内容就喺讲，俺强人
老家有个两煞相爱的故事啊。马上hem夹条破解，迄家友系恁啥？总点的乱来啊！家厝唔好阮用啊！家厝，阿妹嘅意思係講，強英迄家厝，也係查山佢兩煞迄家厝呢。事情没像你讲的安简单啦。事情咩冇像你講嘅安複雜啊？哎，為到全部個命上啦。阿妹，全部有愛意煞，得唔到幸福，還有意煞衰到面床。都是地度嘅聲音呢，迄生迄死也唔知呢，難顧命上。阿妹歹勢啊，我點解咁講，當不好。唔過我喺顧嘅命上，騙人看起來，真係冇加親啲冇。命上，養個性命。我喺我自家頭擺冇強人嘅勇氣。那麼，我甘願也下衰到面重當起愛，最少要嘅愛愛嘅人照顧愛，我從一下馬解就唔係，師傅喲，我騙人嘅愛情故事地度，請一絲絲的安慰。你喊做嘅演愛啊！我演嘅自家，日本球員寫落嚟啦，兩個事情唔是我講的。阿妹，你也承認要真正愛過冇？你敢要像強人一樣，強愛嘅勇氣，團隊讓你跳下去冇？思明又來做乜雞啊？好啦好啦，思明，思明，你要停下啦！阿姑，來到看強英。強英無法度見你啦。做乜解啊？我講冇你啦，我難道變搶咗你，我不來。思明，你全部欠你嘅，一定要還你。阿婆，我欠人乜解啊？我係真心為到強英，總是看佢一直俾你騙下去啊！強英得到高遠的啦，你人品好，家世好。愛情買嘅細妹冇，然後強英不要唔記得好。什麼不給安慰？唔過，我係想去看佢，就算伊還沒做得啦。講，佢夢想係嘛？手機呢？什麼嘢愛用關心佢？佢一上來，我會老佢講啦，哈！哎，思明，我送你啦，思明啊！思明，你冇人用啊？思明，你在這裡幹嘛？你用咩啲嚟啊？哈？你叫佢皮球你咩解啦？阿婆啊，我真係自己未吩咐誒。你愛用做黑眼面子表奶味啊？思明啊，也講埋個面子啊！講真嘅呢，你要強又冇真嘅天分，你唔會記得未吩咐，還有呀，強又有成功誒。阿婆，真嘅咧哦。係啦，30人
爷累了。王八蛋！妈畜生！军长，我保护女生要保护啊！你是不是我有了4米，你留三什么？你就赶快去把它用了。你不还有了？你还没谁来呀你？爸，无公平啊！你对我无公平啊！我要你叫我打的，我再去给老公啊，爸，我再去给老公。根本不是你3个来的，你的死神子，你他妈是强奸犯的儿子，不可能！自己看。爱看。强奸孤女的码头流浪汉落海身亡，加油，这不是真的哦！不可能！我不可能！你要把事情弄清楚，我们家秋英不能为强奸犯生孙子啊！秋英流血了啦，赶紧送医院呐！医生说他现在在昏迷，营养不良，小孩容易流掉，快点呐！干了！哎呀！秋英，你要去哪？秋英，等等我。秋英，你要去哪里？你等等我。嘉佑，我看到一道光，它一直吸引着我。琼英，你不要去那里，我在这里，我拉住你了，我们回家。那里好温暖呢。一点都不冷，嘉佑，我跟孩子先到那边等你了，好吗？不好，九英，你不要过去。好温暖的阳光哦，他们在叫我过去了。他们是谁？九英，你留在原地。不要过去！不要听他们的话！我拜托你，他们是来带你走的。强奸犯嘅来，唔就到頭去到把個節目人拆開嘅啦！從猜啊，一下睇噶都醫唔過咧，我個媽嚟啦。情况怎么样？医院方面啊，希望你们能签切结书啊，万一有紧急的时候才知道先救妈妈还是先救小孩。妈妈，加油啊！不用问我，只要琼英好讲，我要做什么都愿意。只要球员好去了，我应该怎么改来纪念你？哈！我跟你说哦，我接下来要问你的事情很重要哦，
为了琼英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最好老实说，要不然会怎样，我也不知道。好啦，你有什么事你慢慢说嘛，你拿根棍子干什么啦？你不要问嘛。我先问你，林家佑是不是强奸犯的儿子？你怎么这么问？谁告诉你的？你不要管谁告诉我的，你说是不是嘛？这是我们林家的私事啊，我不能告诉你。哎，什么叫你们家的私事啊？我告诉你哦，琼英到时候可能会怀疑一个强奸犯的孙子，我可不愿意哦。每一个家庭都有他们不愿意提起的伤心往事，你们家有，我们家也有。历史一旦被掀开来，总是会有人受伤嘛。可是我不要琼英受伤啊！哎，你们林家的人怎么那么自私啊？部长，休，大家都换下一场。哦，换下一场。风在天马感应老天桥。